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10章第1節至29節，主題係上帝降下10災之3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10章記載，耶和華又再命令摩西向法老宣告，若果法老又再唔俾以色列民離開埃及，今次佢就會降下蝗蟲災。結果蝗蟲遮蓋咗整個埃及地，吞噬埃及所有嘅農作物，造成咗嚴重嘅破壞。法老就急忙召見摩西，求摩西赦免佢嘅罪，亦祈求摩西幫忙，向耶和華禱告。當摩西向耶和華祈禱之後，蝗蟲就被西風吹入紅海裏面。但蝗蟲災過去咗之後，法老嘅心又再剛硬，冇遵守到佢嘅承諾，俾以色列民離開埃及。之後，耶和華命令摩西伸手向天，黑暗就籠罩咗整個埃及全地3日。所有埃及人都唔能夠見到對方，但唯獨以色列民住嘅地方有亮光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10章記載，耶和華拯救以色列民離開埃及，目的唔單止係為咗以色列民可以生活自由，更加係要佢哋敬拜侍奉耶和華。今日上主已經拯救咗你離開罪惡，得享豐盛嘅生命。咁你會點樣回應上主嘅恩典，去敬拜侍奉神呢？